歡迎大家嚟到威仔隨意行頻道。今日又係我威仔帶大家周圍行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就即刻撳個叮當 comment 同埋 share 出去啦。美國新奇士橙4個裝原價40蚊，而家做到35蚊4隻，優惠期去到1月29號，平均價都係8個幾一隻㗎咋，隻隻都好大隻㗎。雖然幫你揀好咗，但係隻隻都重，好大隻㗎。無添加中國冰鮮三黃雞，特價52蚊，原價62蚊一隻，隻隻都無添加無抗生素，天然飼養㗎，足兩重，好大隻。同樣都係中國無添加嘅冰鮮農家雞，特價就36蚊，原價就39蚊，無抗生素同埋用粟米飼養。相比之下，頭先隻三杯雞就大隻好多。特價菜類啊，每一包都係5蚊，有200克至300克重。仲有菜心添，有呢個油麥菜啦，有呢個小棠菜，包包都有200克至300克重㗎。仲有唐生菜添，棵棵都好新鮮㗎，適合一個人嘅份量。湖北香農粉紅大雞蛋25蚊有2盒，平均價12個半㗎咋，每一盒都有10隻㗎，有2款俾你揀，其中一款就係特濃特大無添加冇人造色素嘅，另一款就係湖北鮮雞蛋。都係大隻，冇添加冇色素㗎。蛋白鮮牛奶飲品21蚊有3支，平均價有7蚊，250毫升。如果大家唔想飲牛奶，亦想有營養，就試下依款啦。冰鮮或者急凍嘅豬肉滿150蚊就有10倍嘅 YUU 積分。金豬嘜鹹豬手而家做緊45蚊，原價65蚊。大隻，全部都新鮮㗎，適合各種嘅煮法。買滿任何產品滿88蚊就可以加多50蚊，即刻可以換多一嚿紐西蘭嘅牛仔骨，每一嚿都有成380克重㗎。80週年限量版新力啤酒6罐巨罐裝禮盒裝，仲會送多一隻經典嘅罐型杯添。只需要30蚊一盒咋，超級抵啊！出面買到起碼要超過30蚊啊，而家仲要送多隻杯俾你添。之前就講過，買滿冰鮮或者新鮮嘅豬肉滿150蚊就有10倍嘅 YUU 積分。新鮮免治豬肉50蚊07毫。新鮮有皮骨腩59.9，有大啲嘅骨腩76個1，新鮮特級一字骨52蚊，新鮮特級肉扒王55個4，新鮮特級瘦肉55個半，鮮特級豬腩肉56個4，新鮮特級豬展59個9。感覺上所有嘢都好新鮮，買唔買大家自己決定啦。新年點少得買嘢送俾人呢？而家買精選果仁同埋果仁禮盒2件就有9折。新市牌金裝腰果雜錦果仁啊，2件就有9折，實價就102蚊一盒。入面有啲咩呢？就有一個腰果精選果仁同埋一個鹽焗花生，最後會送多一個多用途毛巾俾大家，一次過送晒俾大家。仲有藍鑽石皇室精選果仁禮盒，買2件有9折，平均一件144蚊。一盒果仁裡面有3款唔同嘅口味，有唔同嘅果仁，滿足晒唔同口味嘅需求。另外一款都係藍鑽石嘅至尊杏仁禮盒，買2件都有9折，平均109蚊一盒。新年送貨咁，梗係仲有另外一啲嘅選擇啦，就係買滿精選嘅朱古力糖果曲奇蛋卷188蚊，就會送一個招財嘅掛飾一件，價值138蚊㗎。樂家杏仁糖混合裝69蚊，有各款嘅口味。仲有一個優惠就係買滿任何3件嘅賀年禮盒，就會送一個花開富貴紙袋一個，全部都係紅當當，好適合新年送禮㗎。蜜絲雜錦朱古力原價78蚊，100蚊有2件，250g 一盒。吹球禮盒啊，而家賣緊118蚊啊，原價就188，每一盒有180g，包裝非常精美，適合送禮。送禮點少得明治雪吻牛奶朱古力呢？特價79.9，原價99.9，每一盒都有200g嘅。買滿158蚊嘅精選糖果朱古力餅乾曲奇蛋卷果仁同埋賀年禮盒。
加28蚊換亞一牌花菇鮑魚4隻180克一盒，價值168蚊㗎。送禮首選金沙，特價做緊66蚊，原價79.9，16盒裝。形狀係比較新款嘅，可能大家都未見過。今年嘅新年同埋情人節日子就比較可能近啲，咁可能會大家同一時間去入貨。金沙8粒裝心形禮盒就可能好適合大家啦。送俾情人做情人節禮物，只需要57蚊一盒。優惠接踵而嚟啊！買滿嘉頓禮盒滿100蚊啊，可以獲得抽獎一次機會啊！禮品係乜嘢呢？就係一個24K 金嘅嘉頓禮盒啊，價值1999蚊啊，足有20名頭獎㗎。內蒂斯雜錦餅啊，原價70蚊，特價咗45蚊啊！而家曲奇最多人識嘅，咁梗係丹麥藍莓曲奇啦，夏威夷果仁曲奇。原價做緊132蚊，而家做緊特價91蚊啫。溫莎堡經典丹麥曲奇啊，買一送一，每件平均60蚊一盒啫。原曲奇睇完朱古力，最尾就要睇下蛋卷啦。華園金蛋卷啊，買一送一啊，平均一件99蚊啊。另一款嘅華園芝麻蛋卷都係買一送一，都係99蚊一盒就平均。亞一花菇鮑魚啊，睇落去贈品嚟講都算幾好喎。玉子之家極濃蛋蛋卷啊，買一送一，平均每一盒129蚊啊。加志方出嘅港式奶茶口味蛋卷啊，買一送一，原價109蚊啊。仲有呢個經典原味蛋卷味啊，仲有一個係鐵觀音口味嘅，不過唔記得影俾大家睇。最後一個就係開心果口味嘅蛋卷，全部都係買一送一㗎。講起蛋卷，點少得華苑蛋卷呢？椰汁華苑蛋卷買一送一，平均每一盒都係99蚊一盒啫。仲有呢個果仁口味同埋紫薯嘅口味，都係入口鬆化嘅，全部新鮮雞蛋。紐西蘭康果冷壓果汁買一送一，平均每一件都係53蚊咋。有呢個橙汁啦，有呢個蘋果汁，同埋有呢個芒果汁嘅，同埋全部都係1列裝嘅。益力多今期做緊特價，33蚊有2排，原價19.9。買2盒明治100% 牛奶946毫升啊，就送價值1盒8蚊嘅細嘅明治牛奶。相比起日本嘅明治牛奶，雀巢牛奶公司今期就做緊50蚊2盒，都係送緊1盒細嘅盒仔牛奶，價值都係7個半㗎。太平芝麻味梳打餅而家做緊特價22個半3包，平均每一包9個9㗎咋。今期樂事薯片原味啊，779g 就做緊24蚊有3包。同一款都係安利薯片洋葱味細包啲嘅28個3g 就做緊15個9有3包。適用於其他口味黑松露啦，同埋呢個燒烤味都係做緊15個9 3包嘅。新年除咗送禮送朱古力，仲可以有呢個壽桃牌嘅鮑魚麵。買滿常溫禮盒裝同埋鮑魚麵禮盒裝滿150蚊，會送竹升麵手禮盒1盒嘅，價值30蚊，700克嘅有。壽桃牌瑤柱麵12個禮盒裝，一件就70蚊，而家做緊125蚊有2盒。都係壽桃牌嘅至尊 XO 醬蝦子麵，170蚊有2盒，原價92蚊。淘大頂點系列點心買一送一，平均15蚊一包，有珍珠雞啦、流沙包、蝦餃同埋呢個燒賣嘅，都係買一送一。仲有呢個蟹粉小籠包，都係頂點嘅。XO 醬腸粉啊！鹹香野味軟滑腸粉都係頂點嘅淘大嘅蟹肉魚餅，1664嘅禮盒裝啊，原價82蚊，而家做緊80蚊啫，仲會送多一個限量版酒杯俾大家添。呢條片就去到咁多先啦，如果大家鍾意嘅請撳個 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